禮拜五晨早流流，所有工作人員就嚟到大多市會議中心，為晚上嘅總決賽做緊準備。一場精彩嘅 show 要靠台前幕後通力合作。中午例牌呢有切燒豬儀式，祈求諸事如意，萬事順利。晏晝嘅總彩排，10位佳麗同工作人員進行最後一次熱身。當晚呢，到場嘉賓衣香鬢影，城中選美盛事匯聚城中名流，見證多倫多華姐嘅誕生。新時代集團主席及行政總裁馮永發先生及夫人，新時代傳媒集團總裁陳國雄先生同埋副總裁唐東雷先生都專程由溫哥華趕嚟啊！為咗襯托一個機會一生難忘嘅主題，舞台設計盡顯新意，閃爍生輝。5位新秀型男帶領10位佳麗勁歌熱舞，揭開總決賽嘅序幕。參賽佳麗呢多才多藝，激烈比拼呢在所難免。喺才藝環節呢，佢哋分2人一組，個個使盡渾身解數。反轉絕對係第一次嘗試嘅新嘢嚟㗎，表現靚女剛柔嘅一面，着上機師衫，贏過吳鎮宇同酷魔啊！問答環節呢，最考急才同埋智慧，各位佳麗面對司儀嘅發問呢，兵來將擋，妙語連珠。到咗表演嘉賓梁耀維出場嘅時候，現場又掀起咗另外一個高潮啊！4首好歌，聽到人如痴如醉。最緊張嘅時刻到啦！ The winner is 女士們、先生們，2013年多倫多華裔小姐競選冠軍是，一齊嚟啦好唔好啊？好，1、2、3，冇！